兰香，你叫我，不是我叫你，是太太叫你。母亲叫我做什么？太太叫你今天不要上月了。不上月了？为什么？太太说与妖精是你。母亲的妖精子就是昆明却要拜观音，与你不是最好了。我要读书去了。哎，小姐，你不能再去上月了。不能再去上月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芬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10月初了，是你的生日。哦，我过生日就不用读书了。哦，母亲，你快走。是啊，不去了。那过了生日，明天再去读书。从今以后，不再上夜馆读书啦。啊，兰香，哎，把书包收起来，收进柜里去。是，小姐，哎呀，母亲，我要读书，我要读书嘛。芬儿，是咯，那女孩却几子呢？女孩儿家1到16岁就要穿裙子、梳发髻。现在你是大人啦。我是大人了。来，带为娘与你梳头。兰香，哎，去长啊来。是。你来，你在不呢？小姐，这是太太给你睡的五彩罗裙，快穿上吧。哎呀，真好看。兰香，快替小姐穿上。是。哎呀，母亲。太太，你看小姐这么大姑娘了，早就叫她配过好姑爷，生过胖小囡。太太你好把外甥啊！死丫头，快我撕破你这张嘴！你太太，哎呀，小姐，母亲，好了，哎，芬儿，上次为娘有病，在大北岸许愿，明年话一观音宝相可与话好。对话一层尚需神圣。哦，此次说话来，以便供奉。为娘要为内王伯爷歇去了。母亲保重。太太最好，太太最好。小
小鸡，快来挖吧。妹妹，你在想什么？表哥啊！死丫头，你我不打你！哎，你往哪里走？小鸡不用打我，我看小鸡行尸重重，请你解解闷，玩不好嘛？许多玩笑，么么时候？是。妙想早年，好一副南海观世音娃也。哥哥来了，你看这个观世音画的可好？画得好，画得好啊！妹妹，你画得好啊！好吗？好啊！想吗？想啊！画中有我，我只因巧原来故梦就是喜妹妹彩笔描出一段情，待君若天上几笔雕成情。我不怕东陵弄清相心，天一代传在龙女拜观音，传在眉清目秀是君哟，这龙女小小王子我为伴。
妹妹呀，睡在龙女永在背，朝夕相伴不离，少爷，你躲到这里呀！不要逃，不要逃！你叫，去都不叫了。啊，都18岁的人了，老婆都要娶，还这样不听话。啊呜！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妈呀！哈哈哈哈哈！老虎摇，老虎叫，摇大树哇哇叫。不要闹了。阿叔，这里有个大蛐蛐，你去帮我捉出来。我不去。请你去，我不要，拿去嘛？不要嘛，你拿去嘛？哎呀，不要嘛，你拿去嘛？我要吃稀烧完，哪有功夫陪你玩？那你去吧，我自己在这里玩。不许吵我哦。咦？起来，起来，多谢母亲。恭喜夫人，恭喜小姐，恭喜新姑爷。小姐，你看新姑爷是了，新姑爷是了。夫人，小姐，夫人，老爷回来了。老爷，弟弟，喜日，喜日，哈哈哈哈哈！大喜日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是喜日啊！看你这人这个样子。女儿拜见弟弟。哦，好，好。女儿终身有靠，二老可以放心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自己给女儿定的婚日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是我定下的。是我定下的，你不要来抢功。这是你在抢功啊！是你在抢功。哎呀，哎呀，是我定下的。咦，夫人，你也给女儿订了婚？是算是我定下的，难道还是你定的？不对，不对，女儿的婚日是我定下的。啊，你定的是哪一家？绍兴上代门这家。夫妻刚才一将女儿许配就生出了嘞。王导，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呢？亲长假期，女儿是女，有什么好商量的？女儿在家中父，乃是姑婿。女儿是我生的，娘亲女儿走过子，也是千金的呢。
夫人啊，我记得8年前，家乡遭贼苦难熬，为讨黄银交怕贼苦叫，做梦贼兄泪激激，雪中送炭恩义高，自入为父但有关，我曾家配得重生门楣有今朝，看他的当土包，看高卿心门千丝良缘的去交。要娶母女为妻。是啊是啊，这兄弟亲正好报他的大恩大德，我哪有不用之理呀？弟弟，你不该将女儿终身怀抱。休得放肆！老爷，母亲，老爷，这家有几个儿子？独养儿子一马但愿，叫什么名字？叫这跟帖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他叫周嘉玲。周嘉玲。对，叫周嘉玲。周嘉玲，为死了。什么为了啊？我早就听说周家少爷3年前生了一场大病，病儿变成此癌，是个癌头癌脑的癌少爷。什么？老爷，如果你速速退婚。啊？退婚？不是，我正是离出生之门，疏离断家，心意未丧。如今两家已无往更替，杀气退婚，岂非有悖孔孟之道？你错配婚姻，害了未婚了。哎，母亲，夫人，母亲，夫人，母亲，哎，母亲，你怎么了？啊！哎呀，母亲，哎呀，夫人，母亲啊！母亲，夫人，你快点哑巴！母亲，母亲，有人上门来送聘礼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像是周家来人，我去看看。母亲，姑母，母亲，怎么客气啊？快进去，往里面走。切金聘礼，大喜，恭喜老爷，恭喜老爷。好，请。老爷，太太不好了！啊，这，快吃呀！快吃呀！快吃呀！不要慌，让我来看看。端7岁。少爷，哎呦，他总在，完了，做啥？刚才王媒婆来报丧，你丈母娘死了。丈母娘死了？哎，嘿嘿，丈
丈母娘死嘞，嘿嘿，丈母娘死了，丈母娘仔细哭，不许笑啊！我只会笑，不会哭，嘿嘿嘿嘿。要你哭很容易。阿叔，那你叫我哭。少爷，不许你到太太面前去告状，不告就不告。说算数，算数的好。来，金龟银龟，金龟银龟，再去告诉变长小龟。嘿嘿，阿叔，试试看。哎，来，我叫你哭，嘿嘿，哎呦，就这样哭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好，我的爱的少爷，快到厅堂去见老爷太太。我不去，你去不去？去不去？我去。去不去？我去。王妈妈，郑家的亲家母真的是高兴死的吗？哎呀，那我有讲，郑家太太派上高亲，困到彩礼，高兴过度，一口气逼不上来就去了。哦，亲家母没有这个福气，可惜呀！哎，周老爷、周太太，人家托我来报丧，按照乡风老规矩，是要毛家女婿前去吊孝的，表表孝心，送送亡灵。周郑两家既联姻，岳母放过女婿，理应前去吊孝。老爷，我家灵儿自小娇生惯养，从未出门，这吊孝就免了吧？啊，这个阿爸妈，阿爸的阿妈娘叫我做啥？我的宝贝儿啊，今年做媒的王妈妈来了。哦，见过少爷，嘿嘿，见过媒不？不管大哥，多年不见，少爷长得像模像样，白白胖胖，一副不像。少爷，你在读书吗？读书，是在读书。读书无尽吧？啥个书啊无尽？我家长家大，大年初一称过的，足足有80斤嘞。老爷啊，你读的什么书啊？我读的是小宝宝咪咪笑，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。灵儿，不许胡闹！外婆、媒婆都是婆，外婆牙齿落脱的，媒婆牙齿倒是蛮大的呢。过来，你的有话对你说。哦，灵儿，你的岳母放过啦。岳母是什么东西？岳母就是你的丈母娘。丈母娘死了。哎，嘿，丈母娘死了。丈母娘死了，我丈母娘死了。丈母娘死了。哎呦，少爷真懂事啊！儿郎，你岳母死了，要你前去吊孝。我不去。灵儿，这是老相风老规矩，你一定要去的。什么叫吊孝啊？少爷，不要着急，我来教你。来，哦，跪，一叩首，二叩首，三叩首，上香。母亲。
妹妹，生死不能发生，还望节哀保重身体。母亲，女儿，女儿，弟弟，暂且为避。君娘，在此备课。是。来，这样。哎呀，说的，我不去。哎呀，真是不去。哎，去。岳母，我不是岳母啊。哦，拜见岳母。妍希，是我呀。从来未见过面，难怪不认识，所以快见过岳母大人。岳母大人，哎，起来。岳母，哎，这就是领导吗？真是。嘿，我一猜就猜着了。哎，好，吊销。喂，哦，一 K 2 K 3 K 上下。一趟。哦，这，扯哪里就好了。哎，这铃铛真好玩。
外公打娃娃嘞！少爷，动脑头你是技术用的，拿不得个。要我啊，拿不得个。哎呀，我要我。好，他要就接他吧。真是天晓得了，少爷，去。妍希，请坐。哦。这是我的妹子沈金玉，金玉陪你妹上用茶，我去就来。是。啊，请。表妹的，请。表，我叫他什么啊？表舅兄。哦，表舅兄。表舅兄，你今年几岁啦？你不告诉我，我也不告诉你。哎，我今年18岁了哦。不知妹堂真姓大名？你问我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来告诉你哦。把家请来过老先生，换了一杯国子酿醉，除了死亡今我取名字，我大名就叫周家里。这个名字最难写，我写了3年才写成。老先生还叫我孟子文，读什么？道子胜利。关于一份甚至出，不是出马人，还是出草人啊？对少爷记性差，不为陪词。不为陪词为望过看过今小宝宝咪咪笑，摇啊摇，摇到那户家。看人生坎坷太苦病，绝老崩溃出尽红尘，可怜为妹遭报应，教化金銮所赐雅人，从此儿金花岁月成，空想自他难以所愿阿门。有情人不能成眷属，真不叫人悲表舅兄，你哭啦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对了好东西，我也会哭的。表舅兄，你一定是对了什么好东西了吧？我猜的对不对呀？
表弟兄，我们家有对子节，要什么与什么。你对了什么好东西，尽管向我要。哎呀呀，你不相信啦？喏，鬼子滚！哎，鬼子吧！哎，鬼子滚！鬼子滚！金龟人龟，金龟人龟，金龟人龟，金龟。少爷，我们好回去了。不回去？为啥会回去啊？我妈说，我老婆就在岳父家，我要去看老婆。哎，现在不能看呀。为啥不能看？等你做了新郎才能看呀。做新郎？哎，那我要做新郎。我要做新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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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！我要做新郎，我要做新郎，我要做新郎。少爷，你要做新郎，不先回去告诉老爷太太呀？我去，我去，来，不，也是，回家去等我向亲家公、亲家母问好。证明。证明，岳父，你真好，下次我们家死人，你也来吊脚啊！哎呀，多亏无忌，多亏无忌，少爷。哎呀，老爷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我家儿子到郑家吊孝，痴心发作，闹出笑话，转阳看去，可惧两家亲事已定，你还怕他来婚不成？这不，我对郑家有恩，今我还不至于有恩不报，产生悔婚之意。只是郑家女儿年轻美貌，倘若她这一不嫁，岂不功败在人啊？这倒是不可不防啊！事不宜迟，智则生变呐！今儿早定节日，拜堂成亲，神秘主人说完，不就万事大吉啦？只是郑家女儿现有日小在身，不好强带过门啊！妾身倒有一计。来，赏我张兵冲喜。对，好计，好计！快些喜帖到郑家去催婚。好。兰香，花轿已到，你怎么还不替小姐梳妆打扮、穿上嫁衣啊？老爷，小姐不肯起床，我怎么替她梳妆？小姐不肯穿着红裙花袄，我这个丫头有什么办法？老爷，还是你自己去送吧。女儿，你就睡下吧。女儿不讲，
花轿临门，真是不假呢。娘总的应允。哎，女儿啦。哎呀呀呀呀！你要我即是为父啦！我只得双膝跪地哭去。弟弟，要不是女儿了。你不答应我就不去了。这个不妥，不妥啊！不见表兄同相问，好，好，那你速张当办，为我去换军药前来。小姐。心。
小七，妹妹，小七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小七，你娘我下次不要拦我，你娘我，小七，妹妹。今日一到，新娘子快快上轿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啊，快快上轿子。小姐，妹妹来催上轿了。妹妹，愚兄陪你上轿。新娘子来了，新娘子来了，吃力实在，吃力实在。好，三位，三位，三位。灵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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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送吧！哎呀，哎呀。你叫我坐下，你叫我坐下，我的宝贝儿啦。给的我啊，这叫称心如意。
1、2、3、4，为啥吃上许多东西啦？这叫早生贵子。绍兴老卷，味道好个，味道好个。再杯杯杯饮我有名堂啊！一杯名叫同心酒，叫他自己杯，我心要打第二杯。慢，我几不自在。哎，不要急，我有办法的的。妈娘，侬再讲一遍。是，哎呀，再讲一遍嘛。好，我的儿啦。我儿子啊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哎呀，妈娘哎，我把你的话装进这瓶子里，放起来，倒了铜房里，再倒出来，告诉新娘子。哎呀！哎呀，我的话都倒出来了，我的话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哎呀，嘿嘿，我回去再。少爷，哎，好吃不？去，少动。哎呀，去，哎，少动，不要动啊！喏，哎，少动，陪新娘子，不要动。哦，阿叔啊，快，我们走，来。咦，哭了呢？哭了呢？我又不是先生，又不叫你办事，你为什么要哭呢？嘿，新娘子，新娘子你不要哭，话来和我一起话，不到马儿你来骑，不做小鸡你来做，做小鸡吃莲子，莲子苦吃桂圆甜吃红枣，关于花生你要不要？吃完花生放边草。新娘子，要不要吃花生？你不要吃，我自己吃。新娘子，好说，人家种的是鲜花插在牛粪上，不是来女子香，管他是吹还是香，今朝我要做新郎，给他们接新娘。白天的哎呀十洞啊，吃了3杯交杯酒，一人不为遍地堂。他叫我今回不要一人陪，新郎里换新娘，他天与你同情郎。
我讲的对不对呀？你自己看。这都是妈教我的，你不要听，我就不讲了。我要睡觉了，新娘子，你叫我脱衣裳。我不会。啊，我不会，你也不会啊。那我就不脱衣裳睡觉了。新娘子，好睡觉了。我不睡。你不睡，我也不睡。新婚之夜。
新娘子马衣十围，后头红中，少哭丧音，病势很凶啊！是什么病啊？来后杀，这病要传染的，谁传染上谁遭殃啊！周太太。我开个方试试吧。啊，快！阿叔啊，不能让宝贝儿子同新娘在一起，你快去叫少爷到这里来。太太，老爷，房子开好了，先试试。啊，先试试。哎呦，谢谢了，谢谢了啊！那告辞了啊！我不去了呀，我不去。我不去了呀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新娘子晚上来后啥要坐坐的。从现在起，不许你再去看新娘子。耶，不是你告诉我做了新郎要到新房里去拜新娘子的吗？我要去的。你站住！听话，你过来。阿叔，你去叫几个老妈子把新娘搬到柴房去子啊！
我要喝水。四娘子，菜吧。新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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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陪伴你了。我要吃东西。哦，摸鱼，摸鱼。好，新娘子来，来。新娘子来。新娘子你吃，那。新娘子好吃吗？我要喝水。啊，我来拿，我来拿。水来喽！新娘子来吃水，吃水。哦，哦，哦，小心，小心啊！少爷，你。新娘子，你不要哭，不要哭啊！新娘子你，哎呀你，我来毛病万不清，一声咳嗽一口痰，人用字呀难可身子发烫脸发烧，满头汗湿淋淋，与我在此你不要紧，请你请身，我见你擦擦汗，可为你打水呀，苦先见你吃苦糖，无聊为你吃点心，陪你陪到毛病我是老公的心。新娘子，这里玩鱼，那，轻一点。新娘子，好吃吗？再吃，再吃呀！哎，你不吃，我自己吃。好吃，
好吃吗？嘿嘿嘿，你也可以，我也可以，嘿嘿，你也可以，嘿嘿，我也可以。哎，我拿水，我拿水。新娘子，来吃水，来吃。少爷，你的心真好。哦，新娘子，我给你唱首歌。小宝宝咪咪笑，摇啊摇，摇到哦，哎呦，出来叫我了。你是太太来看我的。他们说你的病要转软的，不许我来。我呀，偏偏要来。哎，我等下再来哦。你等等我等下再来哦。他7天没有来看我了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菩萨，求菩萨保佑啊！菩萨保佑我家儿子我家灵儿毛病早在解愈，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啊！菩萨，太太不好了，小少爷不好了！啊！哎呦，儿啊，儿啊！太太别提好了。去呀吧！哎呀，哎呀，儿啊，妈娘，哎。回龙
灵儿叫起小灵儿醒醒啊！少夫人，病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请你把他带上。一缕马，把这也穿上。为什么？你少爷，他去世了。你是什么？你少爷去世了。他死了。少爷，是身上你的病去世的，可怜他临死我记挂着你家我
在人类百花堂，旁人笑我家之祸，我却心似水不能藏，不料我化作知音得了病，你今昨不好危险，这也走了在我身旁，夜分明着阴转雨，可怜你酸酸我的心好比水晶透寂了。你的心似海水为何给我说把老君所赐来，到今日堂上我叫一声夫君，可一声郎。夫君真好啊！好好好，你真好，你真好。哎呀，老爷，你说戚家公能来吗？要是此事办不成，岂不贪得？那就试试看吧。老爷，老爷，来了，哎，寇家村老爷来了，哎，寇家村老爷来了。哎呀，亲家公，亲家母，亲就这样，好啊，你看啊啊，亲家啊，哎就这样，小鸡，兰香，小兰香，兰香，你怎么来了？谁的信是沈少爷托我送来的？哦，啊，小鸡，你答应了。小鸡，自从你嫁到这家，沈少爷生了一场大病，如今病体初愈，你这不答应，万一他这一步散成两段，那快走吧。韦凤梅，别滚！韦凤梅，苦了你了。
事已至此，不是冲出老路，命我远走高飞。家里虽是次郎，却是心地善良，待我与居民之恩，我放不了他。难道你在周家做一辈子寡妇吗？你叫我怎么办呢？表妹，表妹，愿你有罪，下人。表哥，你快走吧！我不走，哎呀，你快走啊！我不走。你在这里呀？你是谁？我是魏芬的表哥沈俊尧。表哥，你偷偷摸摸到花园来做什么？我与表妹相见，带她出去。表哥，啊，你想坏待我的媳妇，哪还了得？雷人，快把他抓起来！是。慢着，我有话要说。好了，此地不是讲话之处，来呀，把他带到厅堂里去。是。走吧。我与魏芬表妹只有青梅竹马，同窗共读，情投意合。姑母轻看许婚，要不是周家将去，我们早已结为夫妇了。只看我周家娶亲越美越真，真实嫁娶，你还也借在我家花园飞偷劫盗，可以把你送官办贼。啊，弟弟，石将军要送官去吧，女儿仅有一死。不，亲家，此事转阳开去，不仅预设周家体面，就是认为我也难以为人呐。老朽之见，不是成全他们。君有之于父母丧父，父义父靠。亲家，你不妨随他为命令之子，一则可以保全周家的名声，二则可以延续周家的香火。岂非一举儿两得喽？去呀！君哟，你看好分。君哟，还不快去拜见爹娘？对，快去拜见爹娘。拜见爹娘。这就对了。